歡迎收睇每日焦點新聞。中歐電動汽車關稅談判拖咗一段時間，仲未有解決，而歐盟仍然冇放下明搶中企技術嘅強盜邏輯。根據香港英文媒體南華早報嘅報道，喺當地時間3月20號，歐盟委員會負責貿易同經濟安全事務嘅馬羅什謝夫喬維奇一邊向美國示好，宣稱美歐應當要共同應對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嘅問題，另外一邊向中企施壓。放話中國電動汽車同埋電池製造商，如果希望喺歐盟嗰度投資，就應該要做好技術轉讓嘅準備。巴士的報評論員 Anthony 同我哋講講詳細嘅情況。歐盟委員會負責貿易同經濟安全事務嘅謝夫喬維奇20號咧喺歐洲議會聽證會上面就表示，佢計劃咧利用下個禮拜訪華之行，討論點樣讓中國對歐盟嘅直接投資，推動歐盟價值鏈同埋技術嘅發展。謝夫喬維奇據稱計劃3月26號至到28號訪華，但目前中方尚未宣布呢一個消息。長期以嚟，歐盟委員會一直堅持認為中企工廠嘅建設係必須符合特定嘅條件，包括技術轉讓。有人就話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比亞迪喺匈牙利嘅工廠就被視作為組裝廠，而唔係具有增值作用嘅製造工廠。歐盟委員會貿易司總司長魏揚德近期就表示，佢話我哋係對冇附加值同埋技術轉讓嘅簡單組裝業務投資不感興趣咁講。中國對歐洲電動汽車領域嘅潛在投資已經成為焦點。歐盟舊年對中國產電動汽車加徵反補貼稅，分析人士就認為，為咗避稅並且改善與歐盟嘅關係，中國企業可能會考慮喺歐盟境內就建廠，特別係喺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美歐關係幾乎處於自由落體嘅狀態。咁中企赴歐設廠亦有助於歐洲對沖美國嘅影響。英國金融時報舊年11月引述2名不具名嘅歐盟高級官員就話，歐盟正係計劃要求前嚟投資建廠嘅中國企業向歐洲企業轉讓技術產權，以換取享受歐盟補助嘅資格，作為佢哋更嚴格嘅清潔技術貿易制度嘅一部分。報道就話，電池企業將會首當其衝，未來新規仲可能將範圍擴大去到歐盟其他綠色行業嘅領域。報道甚至係倒打一耙，就話歐盟此舉係同中國要求外國公司共享知識產權，以換取市場准入係如出一轍，企圖合理化呢一個明顯係背離自由貿易市場原則嘅霸王條款。對於歐方所謂強制技術轉讓嘅無端指控，新華社曾經指出，事實上中國係冇任何法律規定外國嘅企業必須轉讓佢嘅技術，同埋將個技術俾中國嘅合作夥伴。企業與企業之間進行技術轉讓，完全係依據契約，係市場主體自願交易嘅結果。中國喺特定領域嘅合資同埋股權比例限制嘅要求，係中國同世貿組織成員談判嘅結果，符合世貿組織規則同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嘅承諾。呢一個係多數國家都係採用嘅做法，同強制技術轉讓係冇關係。咁除咗談及技術轉讓問題謝夫喬維奇仲搬出咗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嘅說辭，宣稱美國可能實施嘅全球性關稅，或者導致中國產能會轉向歐洲。美歐應該喺呢一個問題上統一戰線咁講。謝夫喬維奇就話，如果美國將對全世界徵收關稅，歐盟將會面臨巨大嘅貿易轉移風險。鋼鐵行業幾年之後就會唔再存在，鋁行業亦都存在同樣嘅問題。佢話你哋都仲記得光伏板呢一個不幸嘅故事，呢一個原本係我哋嘅創新，但係我哋最後係失去咗呢一個行業。
咁一啲歐洲議會嘅議員就想知道歐盟點解唔同特朗普迅速達成協議，以阻止佢徵收關稅，或者歐盟點解要選擇用自己嘅貿易措施進行報復？咁樣謝夫喬維奇咧就話，特朗普咧而家仲未對達成協議持開放嘅態度。唔該晒 Anthony。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吉爾話，歐盟對於美國部分商品徵收反制關稅嘅措施將會推遲至下月中統一生效，以便為同美國政府嘅討論提供更多嘅時間。美國喺上個星期三起對於所有進口鋼鐵同埋鋁徵收25%嘅關稅。總統特朗普話，如果歐盟推反制嘅話，佢將會對於歐盟實施額外嘅關稅。歐盟當日宣布決定對於價值260億歐元嘅美國商品徵收反制關稅，而根據歐盟委員會喺早前嘅公佈，歐盟嘅反制關稅原本分兩階段實施，但係喺同成員國同埋利益有關方協商之後，呢啲嘅措施將會喺4月中旬嗰度生效。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將會好快同烏克蘭簽署礦產同埋自然資源協議，而俄羅斯同埋烏克蘭都證實喺下個星期一會分別同美國代表團喺沙特阿拉伯舉行會談。俄方話會談將會討論恢復黑海糧食協議等嘅問題，而正係喺挪威訪問嘅澤連斯基喺歐盟領導人峰會上面發表視像講話，指俄羅斯總統普京必須要停止不必要嘅要求，強調加大對於烏克蘭支持係刻不容緩，尤其是係防空、軍事援助同埋提升烏克蘭整體復原力方面。佢話烏克蘭急需要資金去到購買炮彈，期望歐洲盡快可以提供至少50億歐元嘅支持。而喺較早嘅時候，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就表示，俄美代表團談判會喺星期一嗰度喺沙特首都利雅得舉行。據加拿大嘅傳媒報道，總理卡尼將會宣布提前大選。環球郵報引述消息人士話，喺本月初出任總理嘅卡尼將會喺星期日嘅時候宣布提前喺4月28號舉行聯邦選舉。卡尼嘅發言人拒絕回應，而卡尼喺出席活動嘅時候亦都冇回應提問，只係話喺呢一個危機時刻，政府需要明確而有力嘅授權。報道話，雖然下一次大選要去到10月先至舉行，但係卡尼希望把握自由黨自從1月份以嚟喺民調嘅支持度回升嘅機會。當時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始威脅向加拿大徵收關稅，以及係前總理杜魯多宣布辭職。有傳媒早前引述自由黨嘅消息報道話，卡尼接替杜魯多之後冇耐就會宣布舉行選舉，尋求喺同美國關係惡化嘅時候獲得強而有力嘅授權。報道話，即使自由黨最遲可以喺本年嘅10月20號召開大選，但係卡尼仍然期望可以利用特朗普上台以嚟不斷對於加拿大作出嘅威脅，以及係喺前總理杜魯多辭職之後，民意調查當中自由黨迅速反彈嘅支持度。以色列持續空襲加沙，並且恢復喺加沙展開地面行動。當地衛生部門話，星期四嘅時候，轟炸已經造成至少91名嘅巴勒斯坦人死亡，數十人受傷。以色列國防軍喺早前表示，以軍已經開始喺加沙地帶北部展開地面行動，並且喺行動之前打擊當地隸屬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嘅基礎設施同埋反坦克導彈陣地。目前已經推進至拜特拉希耶附近嘅沿海公路。以軍又話有3枚嘅發射物由加沙地帶南部射向以色列，以軍攔截咗其中1枚，而另外2枚落喺空曠嘅地區。除咗加沙北部，以軍亦都表示開始喺南部城市拉法同埃及邊境接壤嘅沙布拉區展開地面行動，又話喺近日嘅軍事行動當中打死咗多名嘅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高級成員，包括係總安全部隊首腦賈克朱，以及係部隊喺漢尤尼斯地區嘅負責人阿薩利克等。而哈馬斯暫時並未採取還擊行動，但係聲稱向以色列發射咗火箭。
英國希斯路機場因為附近變電站大火，導致當地時間星期五全日關閉嘅事故。消防指變電站裡面一半嘅變壓器仍然喺度焚燒，10架嘅消防車同埋至少70名消防員奉召到場，預計將會係持久戰。天光之前，消防員都會喺現場。消防又指火警導致停電，影響大批嘅家庭同埋企業，正係同伙伴密切合作，盡量減少影響。英國客流量第二大嘅機場位於倫敦以南嘅吉域機場就表示，了解到希斯路機場目前嘅情況，隨時會準備按照需要提供支援。而由吉域機場升降嘅航班現時係正常運作，有航班追蹤網站就估計星期五最少有1300多架次往返希斯路機場嘅飛機可能會取消。而聯合航空表示，受到事件影響，星期五飛往希斯路機場嘅航班取消，旗下7架嘅飛機折返出發地或者係改飛其他嘅機場，正係同客戶合作提供替代飛行選擇。翻嚟睇下本港新聞，國際學術聯盟成立，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儀式致辭嘅時候透露，將會好快推出金額涉及30億元嘅人工智能資助計劃，資助由世界級研究人員同埋學者推動開創性基礎研究。李家超指出，國際學術聯盟以香港為基地嘅國際組織，匯聚嚟自世界各地嘅100多名知名學者，而聯盟成立亦都證明咗集體智慧嘅力量，展現開放交流嘅承諾。香港將會致力發展成為國際創新和科技中心，以及係高端人才嘅樞紐，營造一個充滿活力嘅環境，推動各行業創新同埋發展科技。除咗資助計劃，香港亦都會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促進上游研發，以及係中游同埋下游嘅人工智能成果嘅轉化，並且探索應用場景。另外，香港亦都正係建立第3個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專注於可持續發展、能源同埋先進製造同埋材料。而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香港園區首3座嘅建築亦都將會完工。佢相信憑藉住園區等嘅基礎設施作為硬件，以及係聯盟等所展現嘅軟實力，香港可以具備足夠嘅能力，促進國際合作，並且創造無限嘅機遇。低空經濟有38個沙盒項目獲批，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除咗試驗安全配套，亦都要考慮起落點等嘅設施、數據監察、無人機定位等等，希望可以從中試驗同埋累積經驗。陳美寶早上喺一個電台節目嗰度表示，試驗項目包括物流配送，期望未來喺為離島或者偏遠地區嘅居民由無人機配送物資，而試驗項目可能會用上新嘅無人機款，以負載擔架床應用喺緊急救援。另外，亦都有項目係同科研有關。佢指出，本港人口密集，既係本港發展低空經濟嘅限制，但係同時亦都係優勢。本港喺民航標準同埋航空方面具備頂尖嘅技術，而目前低空經濟未有國際標準，認為本港可以作為試驗地，孵化相關嘅規範標準同埋技術，並且能夠結合到內地經驗。而陳美寶表示，當局喺進行例如北部都會區嘅城市規劃標準或者樓宇建設設計嘅時候，會同相關部門商討預留發展低空經濟空間。佢喺另外一個嘅電台節目上面又話，試點項目遍佈本港唔同嘅地域，數碼港同埋科學園係場地夥伴，計劃逐步推進至到對岸嘅馬鞍山海濱位置。而喺數碼港嘅試驗項目就會到鄰近嘅南丫島、馬灣同埋長洲。陳美寶強調，安全係重要嘅考慮，無人機有包括螺旋槳等嘅安全裝置，以及係後備功能，要應對突發嘅情況，以及係有適合嘅地點降落。3間嘅大學會作為技術夥伴，佢哋嘅實驗室為無人機研發自我防禦措施。
2020年明愛醫院及羅湖口岸等炸彈案，8名男女涉案被控反恐條例下的串謀犯對定名標的之爆炸等罪，全部被告否認控罪，喺高院受審。星期五嘅時候，繼續由爆炸品專家作供，庭上播放涉案試爆片段，而專家就確認片段當中有人測試炸藥，其中一段嘅片段發生爆炸，拍攝者受衝擊波影響而冇辦法正常拍攝，而另外一段嘅片段當中，炸藥雖然冇發生爆炸，但係燃點之後出現蘑菇雲同埋火舌高達12尺，烈焰溫度最少係達到1300度。每日焦點新聞講到呢度。